们平安。哈利路亚！让我能够今天在主的面前来参与到我们的雅述传道师青年事工的周日礼拜。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就是我们的保守就在留下的时间，能够欢迎神圣的天使在我们当中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是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日能够相聚在主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来将自己更多献上在主的面前，也保守带领我们在以下的时间，不管是敬拜以下所有的程序，求主能够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一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从我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好吗？诗篇86篇88节这样说：主啊，诸神之中没有个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做的万事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因为你伟大，先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阿门。Oh
这时候，开心我们的心来
时候，我们来彼此分享，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命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高举双手，赞美主的神。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命活出荣耀的护照。
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日的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直到永远。将我们的荣耀归我们的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太阳岛教会陈慧珍传道师派任巴黎教会团队服饰7年事工传道感恩礼拜。以上的阿利的不一样的完了，一样完了。我们用同样的路呢，请盖，我们请特会员进场。仍然在力唱泰雅圣诗147首爱民主歌。Hallelujah.
仰告白，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等三十天，不台湾基督教会。是的，伊上面是不要好不改呀，北齐。是的，伊上面是不要好不改呀，那么那那属于你我那路，我来不改呀，你要把我那是许你讲嘛，不杀是不之后，那你呀那那是给，那你呀不是。今天在这个山之边，巴黎教会立下你的应许，差派仆人亚述贝罗西加入服侍团队，乃是因为要让这地更受到祝福。
能够让在这里服侍及跟随者的每一个人，都能活出新的身份，与人分享你的爱跟喜悦。亲爱的主，教导我们像你一样的看待人，因为每个人都有你的形象，都是你的真爱跟宝贝。深愿你伟大的爱浇灌在你的仆人身上，使我们都能够成为爱，是你爱的流通管道，使这座山都充满了你爱的道。亲爱的天父，在这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你呼召我们投入其中，来扶正启学这个地球，来借着真理，你的真理来运行，你的话语权柄，来拯救我们世人，能够脱离那必死的生活方式，并使我们与基督同活。主啊，我们明白，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意义，能够来同享你永生的福分。我们要再次恭敬将今天的圣愿所做的一切功，交托仰望，大大的赐福，马龙教会亚外牧师、亚苏列罗西以及长子同工的带领，都能够成为这座山所有居民最大的祝福。更祝福前来参加的教传以及信徒乃宾。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天上的阿爸父神。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给那新子们，你们基础比如那马代，有不是不大会，只有给路比个人，不让不来呀。Anak lima, Israeli suku Odo, ugat nanu Cinuman, sekarang sinahir, Masyarakat kenanga, ukuran sekolah kebiuna Odo, Odo, Homa, betul gara-gara lo betul bahwa sekolah zikna bersilung ya. Yukian jauh Semarawi sekolah misalnya untuk cimalan kami. Kalau yang itu ia tebah ini satu yang anina jauh. Anak sekolah ka satu sekolah yang anina jauh ka musaya lah. Mahami malas sunat terlebih intehanku bina kepada inilah bina kakek suka berugiru dengan umat bina kepada inilah kakek suka analah malah sesuatu terumna insunana musahabina sesuatu maki pada kepada kakek analah sebutin miyut sebuah Menoyas na punya kita ini punya anak teman kerja internet. Mahani malas sunnah. Temenin kimpehan untuk dojak surah si kahozilu dengan binah nanaku dojak anala hoye makan seku telekuk na insunaka musahabinas maki wala rojak anala sebutin sebu mungkin na pahokan di belakangnya. Amin. Pagkasak was inu teko te kami tengah mau kaya baru kujukai.
Berbagai amanat terbiru nas dia pakai tas sedikit ali yosi yosi. Haleluya. Amin. Kita pada sesiapa yang mau bukan, kita pada besar, kita pada sekolah. Yang penting para siapa supaya kaya ingat 只要是懂这个按摩就任派任的人明白这个都是中会很大的事情，没吗？因为巴黎教会今天就任素传道师要举办，这是中会一个值得欢庆的日子。咱第二个，不是到三个是按摩开始那个那个我来牺牲不计我让就该呢，他在那个到实际过来这是过去在我的记忆就是我刚传道师的时候这个就任开业是会全部中会就会打动。那是在过去，那今天是因为各教会、各区域都有不同的施工形态，所以已经不像以往了但是那么今天律师中会的代表主该义还有传道部已经是中会很重要的代表，包括我们坐在底下的罗拉斯夫不要欧干所有的神的牧者，感谢神。那今天牧师要透过这段经文有该不是马哈拉路托耶玛雅冲的尼那斯福列在今天早上9点的特会里面看到吴金刚，特别是小慧讲了为什么他们要听青年传道这个很重要的事工，他们很清楚的来表达他们看见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需要。有他们说没有听过的传道人，所以等于说今天巴黎教会做了一个创举当然我们中会不乏有一些教会是一个教会就可以2个传道人那么今天本来我们要上很多有好的事情要发生，所以我在祷告仰望，要怎么用一段经文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那这段经文的耶稣提醒教导我们教会的一个功能，生命教会真是差派神的仆人。哈拉尼曼不要我不敢打开人家我不敢一起来祷告。Hawaii so awal sudah bisa mengkapisku keistimewaan aniko sesuatu dengan sesuatu sudah berlaku. 耶稣不感谢你，我相信透过这段经文，你要开拓我们属灵的耳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界，献上我的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段经文，耶稣提醒教会，有盖是一个能够共应的地方，就好像在特会里面，为什么你们要听青年传道？是因为看见年轻人的需要，40岁以下。60多位的本堂的青年，并没有全部都来到山上，来到部落，这个整个社会的氛围、资讯的发达，
的社会的一个形态。提到我嘞，母女生那个很容易心累积的，所以不见得他会到这个不是这个作用。所以巴黎教会有这个看见，能够透过聘用亚述传道师，能够在青年牧养这一块能够荣耀上帝，能够希望我们的工作。所以经文提到，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最喜欢看到他讲到大磨石。我爸呢，有那户，我爸有那户，有那个蛋。大磨石，也就是说，提醒我们，教会如何善用磨石的这个功能。那磨石这个磨石器，在犹太家庭里面呢，是一般家庭主妇呢，他们会利用这个磨石器来磨这个食物，来供给家庭的需要。我就想到了马屁股我是伊朗热水，那我们热水又是那个种稻嘛，所以应该大家不懂的话会知道热水是晒得非常的出名的所以我们以前那个时候，这个农业部一直来米木上面，一直来跟我们说，可能一直就不种稻了就是说种一起就好了或者是说有时候就不用修到改变那个地方应该就怎么样善用利用这个土地。可是我的部落坚持说不行，我们一定要种稻那我们拿到一定要有妈咪嘛，妹所以直到现在，虽然大部分也都在外来职场，但是管理产业，特别是种稻这件事情，对我的部落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以前不是我们所有的大小都要参与种稻所以只要到夏季我们都晒最黑那好吧，我们要完成收割收割到了冬季了就要种稻就要种稻。你知道我们的谁？对部落来说，就像我说的，甚至是对教会来说，虽然我们没有这个丰盛的所谓的家养，但是一定要有米。我说的这个米呢，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教会。无论你的施工、你的计划、你的规划，随着这整个社会的氛围，或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改变，我们会求新求变，但是不要忘记，给你要包不干。上帝的道，上帝的话，是长老教会很重视的，有大大目的，有妈要给要包不干的。所以经文提到大磨石，跟一般家庭、犹太家庭在使用这个磨石器是不一样的。耶稣用大磨石来提醒教会，教会供应力量给需要的，但是耶稣提醒我们，也有可能是让人跌倒的。也就是说，本来应该是供应营养的地方，有盖3分，你不要都不盖，但是因为早都用它那个中间的人的骄傲，人的这种太自我为中心，就会让本来要来领受营养的人，他就会噎了，这是耶稣要我们留意的地方。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给仇敌留地步来攻击教会、弱化教会的功能。要尽一切的心力去
Masalah hidup kami tak ada. Anak asuh hujung yang tak selai pas. Usul tak selai manas, tak selai kumpul, tak selai berjimu。因着景象，你有再好的恩赐，都没有办法造就。阿门。所以不是今天要用3点哦，主要看你来也成为彼此的勉励，也成为教会所有长子同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通过这段经文，很高大的感到的什么？哪里有高对不对？给互动，第一个，有供给和给予的生命，让教会、让长子同工、让牧者们怎么样善用这个摩斯器的功能，壮大这个摩斯器的功能，来供应人的努力。主耶稣讲，你们不是对的。那第五要今年升上我在神学研习，那我的英文老师就是一位美籍的宣教师，他叫 Mori， 他叫 Mori， 他完全不会讲中文，结果就成为我们我们在神学院的英文有分什么班 ，A B C 的，我们是初阶哦，也就是说，你就知道阿里牧师的英文是很菜，我是菜英文，我就不认识英文，我是拿英语，我不像你又不是基本 A 我那里不知道，就偏偏派给我们的老师就是连一句中文都不会，所以我每一堂课英文的时候呢，我本来以为我会很痛苦，但是还好这个宣教师美籍学的莫瑞牧师是非常幽默的牧师，我们从头笑到下课还不止下课那有一天他听了我的声音，他说那我们会有各组诗班献诗教堂诗班献诗我们要不一样的呢，他就感动。他每次听的现在是感动到一个地步，他就有一天，他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通常老师叫学生到办公室都是要发生什么问题，就你不嘞，我就带着很战兢的人我就去找老师。结果他就从他的办公室桌边拿了一把一个箱子，他说英语，他就这样，我就想说，我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箱子？那看得出来，搞够那公路那个就是一把吉他，我又会弹吉他，然后他说英语，他说我期待你要用你的声音去宣扬基督的福音。像阿嘎西跟他然后对不对？我当然拒绝对不对？我一方面我会弹吉他二方面说那是一把很新的吉他，我一直推因为他说 no， 他说不是，这是神给你的，这是我祷告很久的。他有牌子 ，Japan， 日本。他说阿丽，这是我祷告之后，我请日本的这个专门手工制作吉他的师傅做了这把吉他，这是空运来的，会不会昏倒吗？我说，因为我还没有收过这么贵重的礼物，而且那一天也不是我的生日。当然，奉耶稣基督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每一天都是生日，新的生命要发生，就像总列盘一样，就像今天一样，这是一个神伟大的日子。另外你当过吉他就掉回去。我说
这个老师他为了要造就他的学生，附上这个，而且那一把不便宜，又是手工的，一大缸的水。我们所有的事工那个都是以福音为目的，所以我每一次看到这把吉他，我虽然不是很会弹吉他，我因为这把吉他，我还去请教我会弹的吉他说教我一下，至少我会那个基本的和弦教我一下，不然就是什么呢？我就会把它借给会弹吉他的同学啊，或是学校的学长学弟，还有我们县市这个用那把吉他来现实就是把它利用，也不善用。第八段箴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箴言18章16节说：“阿呀，请阿死了，bestumi kemudian tsunami tasku, ia ingkei nasku。”人的礼物为他开门，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这是一个送礼的功效。我们每一次服侍。只要在要不白了的，会当做我在预备一个礼物，是为需要的人做准备。不是的人，因为那个啥什么故事，这个后来我压给我们，啥什么故事，你龙安故事说的，阿门。每一次的服侍，不是例行性公事，而是我们已经预备好一个很美的礼物。要送给需要的人，人生命中收到最美的礼物，绝对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服事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福音赶快提到的境界。kita dayanya daya kemampuan ini nanti anuman ha, ini ha， 等一下，我想一下。我的水蜜桃还没透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在销售水蜜桃的时候，利用这个时间也能够跟你的消费者传播？对不对？阿姨不要。所以在教会里面谈的是基督，而不是以我的意见为主，以人的意见为主。在教会里面，哈拿的话，那亲爱的，得到你的。每一个人的意见不一样，恩赐也不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以人的基督为目的，而不是以我的意见为意见。第三印，第二个，不是讲到那个马屁就攻击，教会真的有攻击评量的能力。第三印，不是。去扶持、陪伴、软弱人。耶稣的服事就是去寻找，不是很抗议，不是很抗议什么。要mencari mulai sesuatu。耶稣去救，主动去救那些世上的人。所以我们想一想，世上的人在哪里？可能也在我们的邻舍。在我们的华林里，当然也在台湾的每个角落，甚至可能我们要到国外去。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很怀念我们牧场的上传我是教牧师在这边底下有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去日本那其中有一个行程是不在有台词里面，是那个日本的牧师提到他说：“而且是突然，他说等一下，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我们去山岩呐，我们去山岩呐，就是用很短的时间，就是神在感动干嘛呢？我们去那个东京公园是吧？一个很大的、很有名的公园，去公园，他说我们要配搭当地他们那个。”牧者团，他们那个团体就是
去向游民传福音嘛，游民，然后是游民啊，去游民嘛，所以他们给得了，记得了，但是他们就说你们就唱就好。那他们这个日本牧师就配搭我，去跟这些游民传福音。这段记忆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美的一个故事，虽然是突然的，但是能够去向游民传福音，配搭当地的牧者，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人不是很容易听信福音，所以呢，我们也觉得很好奇。我最佩服我们的那个时间呢，我们的老牧者，一部的陈光松牧师啊，洪立国牧师啊，对那个林秋辉牧师，当然不要讲我们的大姐牧师就在台上，哇，因为我们还有喜峰牧师喜峰牧师这些前辈们带领我们呢，就去见他了，坐火车像卡皮达那个走路在东京通电。这段记忆到现在我真的不会忘记。我觉得这个不是，虽然我们没有做什么，就是唱。那些游民也能够坐在那里，就听我们唱歌。那些日本牧师就传福音给他。一道光的水，我们做了，尽我们一切心力。随时待命，就像我们在日本临时的安排，那我们就去。日本牧师说好的，大圣，我们就去；日本牧师说好的，大圣，我们就去。我们知道现在是非常热门的这个奥运赛事，在这个开赛之前我被一个选手他的故事吸引。也就是美国的体操女选手，非裔的美国人，你们知道她就是巴尔斯。我被她的人生故事吸引，我就 Google 搜寻。就是在开赛以前，我就大概搜寻一下，为什么媒体都在谈论她这个人？所以她就是当初谣言，所以我就也很好奇，我去看一看她相关的报道。那果然，他的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他？因为他的在体坛上面的这个项目非常的，他的成就非常的不简单，不简单。果然这次的比赛很负重他在比赛当中他就率领这个美国的选手在决赛的时候以最高分就拿到金牌。那他在受访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说什么？你知道吗？4个字，我们非常在教会里面常常说的，也是刚才牧师说的，哈利路亚，他就这样，阿门。他就把荣耀归给神。那我看了他的故事之所以他被热烈的讨论是因为在3年前东京奥运的时候他退赛，他退赛。然后呢，他也接受心理治疗，他有一个所谓的空中思感症，所以他必须仰赖药物，然后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我爷爷那肌肉黑的，我们那个你家里妈过，所以他就几年之间他就在体坛上面就消失。但是他在调整之后，在经过治疗之后，他突破他自己的心法。那我也相信，也因为神，那路福星那要包不干，他参与这个赛事，在观众席上面来了不少好莱坞的巨星，还有体坛的巨星，像那个咱们的游泳健将有位选手跟这个比尔盖茨，甚至是连 NBA 的这个球员也是这次参加这个赛事也都到场，就是要去陪伴他，也是给予他鼓励。有关于说 gospel in money，
da quello non sa studiare, non sa neanche studiare,也被忽略了。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倘若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别之外，要人传身教。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说：“教育他为爱与榜样，为爱与榜样。”很多的，但是过来下代是因为呢，在现今相对主义的社会上，凭爱心做显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没有啊？哥林多前书16章14节说：“阿那那路要啊，阿里斯塔不是命用啊没有，一切工作都要凭着爱心去做。”感谢神，因为爱主的心智。untuk alam na tayo na hindi tayo na不管是三步四步，对不对？只要有打样的地方，就有教会，阿们啊！甚至呢，我们再把这个教会数扩展到都会区，在我们当中又有都会区的同工设立教会，在不容易的环境下，无论是过去。直到现在，一大代人，甚至我们长老教会，持续为福音尽一切的心力。我刚开会的时候啊，我们中会的教会数还不到100间哦，那个时候，你得有给来，所以呢，给他丢开了，给他160间教会了，好嘞，对呀，这是上帝的荣耀。而且还会再持续增加哦，还会再增加哦，即将。我们长老教会虽然常常被批评，对不对？对吧？很真实的说，那我虚心接受，我们也虚心接受。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教派是完全。我们一样都在为基督的福音效力。我们善用长老教会的特质，它的属性，不是整体一个百姓。很多高的，好比我们长老教会主语的推动，哪里达人呢？定根等等的宣教。所以从国外来的宣教师，我赶快来给他答应。我干嘛呢？我讲给他母干、铁路、铁浪，主语的推动。我们不是有主语奖励金，我们才推主语的。没有主语奖励金，我们早就在做。阿们。所以我记得是前年我们牧场合唱团被袁明贵受邀去献诗的时候，主语就说。政府的这个奖励金太慢，应该早就要供应教会在主力推动这件事情上，就要帮助教会。我们是慢太多了，等于是说，政府看见我们教会的努力，才让政府去重视主力教育啊。我也想到我们青年部的施工。那第二个这个青年部的施工，动下部、深耕部落。我只知道我一毕业就当青年部员，我一定是背那个背带的。为什么？里面都是钱，不是背钱。为什么？以前的这个什么转账啊、提款不方便，我没有去听过。400个人，将近500个谁呢？连最远的那个马里堡都去了，然后呢睡在这个马里堡信徒的家，没有交通工具呢，没有大家不是都有4轮啊、2轮的没有呢，我们就在那个埔里等那个大卡车，有没有坐过大卡车去马里堡的？当年有没有？他是不同情，
应该学校不是有了？中国我不该有大卡车，我看到他大卡车，他好多人原先都站上去，从土里，你知道哪里吧？中和平、南一都随便睡在信徒的家啊，或是下午的那个铺那个大棒在那个教会，我们就睡在教会，哪里还要去睡民宿？以前没有这些什么民宿旅馆的，大家当时300-400个，将近500个年轻人，就在冬夏令营，很多的传道人都是这样献身的，很多的年轻人都在冬夏令营被呼召的，阿妹。到今天转变为太极杯篮球赛，快到了啊！今天的这个太极杯篮赛，超过1000人次的参与，不同的教派。我们家谁能带领？这是一个转化。你说我们长老教会没有在转化吗？在圣灵的带领下，它自然而然在转化的当中，在变化的当中。也成就好几位的球员在这个篮球上面有非常好的表现结果我们的青年说，不是那个有孩子有比赛呢，我说有孩子怎么参加太极杯？真的有吗？有的，有太极杯，还有我们的那个姚医生有来路我这是很好呢，让这些表现不凡的孩子能够再参与在我们的太极杯的赛，但是青年部有特别要求这4天的赛程都要参加什么福音聚会，而且要每次都点名，点名未到就要干嘛？要传道竞赛，对吧？直接竞赛，因为我们希望它不是只是一个在球技上面的展现。很重要的是透过福音聚会，能够带领这些孩子很年轻刚刚的时候，他能够为神热情，他能够听见福音。我们太雅真会，我们没有很丰厚的资源，太清杯已经第几届了？以前是没有什么清华大学的篮球场，也没有宜兰大学篮球，以前是在哪里比赛？又不是随便找一个球场就比到现在，你知道不知道谁？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也做不到。但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即使没有丰厚的资源，我们还是做到现在。每一个球队现在都在干嘛呢？在准备明天要前往宜兰，欢迎大家到我们宜兰县感谢主了有的球队来不及报名呢，有没有很大的失望有的教会对不对？不是你怎么没有报名？你怎么没有报名了？我们还来我差一点骂牧师还好圣灵有保守了，那美丽的也许是神的心意，因为美丽的球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约翰福音13章15节，也是说，晚上目光不什么呢？连大巴提西姆不输入，比较个马路什么呢？我的我为你们立了榜样，是要你照着我替你们做的去做，做就对了。阿们。感谢神，我在信主到成为一个传道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好榜样的人让我学习无论是在座的前辈牧师们，甚至是在牧会的时候，第一代、第二代的喜养长子信徒。因为我不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因为我爸爸是拜主的，
我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但是因为教会就在几步有所被发累，这个第一代、第二代的信徒激励我，所以让我偷偷去讲。他们的单纯，他们的坚定、坚持、殷勤、热情、爱心，都成就了今天的。所以也时刻的提醒我，不要推荐不招人的事，要做正人的榜样。我也这样勉励亚述传道师呢。我相信你在这个教会，马铃薯机构有手里那里，你被预备，神也预备你来到你的母会，谁不入了我干？因为我跟亚述传道师有几年时间是在青年的事工，这个是教会体制外的一个事工啊，我们常常在一起，所以跟他有蛮多的一个回忆。所以当我听到巴黎教会要听他，我就开始做梦，然后我也祷告神。但我相信神在你身上，你是要被他念安不要不干。你预备你自己很久很久，能够在这为福音效力，也能够造就祝福你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经。我说的要往干，你上面讲红给是爱的，往那是你们的啦，必须丢在手。也是我感谢你，你用这个道来喂养你的教会的众仆人弟兄姐妹。每一个教会无论在哪里，我们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因着爱基督的心，也因着爱我们的神，我们继续高举基督的荣耀，十架上大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你看他那个菩萨和萨的有力拉布然后拉布都盖是他的。
seluruh kuah kekayaan dia dan ciri seluruh biasa kalau itu kaji itu ada yang kurang terus masuk ke dalam itu sambil tua anak dia anaknya lalu ada sih sampai itu ini apa nih ini masih program itu terus hasil terus sudah ada sisi luar biasa. Jadi bagi yang besar umur tidak saling tuking misalkan itu ya lah ular itu saling ya lah ular tua kalau juga itu sijak saya cuma kita itu sijak bantang misalkan tua saya itu kayak memang seluruh kuah produksi mempunyai bersama itu tidak. Mereka besar itu negara itu kasus produksi itu sekali. Besar itu saya kayak kuah terkait dengan produksi dia, kuah produksi dia untuk kasus yang kayak tidak. Yang kuah susu masuk lagi lah. Yang itu ya kan, usulan kuah kasar itu delusi kan, usaha suku garan kuah baru itu kan itu sih suku contoh serius kalian lah historia itu yang berkaitan. Tetapi serius kita susunan itu cuma sendiri adalah kiri kaya. Mungkin kuah senian sudah itu kasar tadi. Dan sudah ini kuah dirawat. Yesus Kristus adalah guru jokai. Jokai adalah yang dia baca. Persoalan dia jokai jauh sudah dengan usaha sama juga bahwa Yesus Kristus mau dia waktu itu dibenarkan semua sudah. Semua sudah akan Kristus jokai. Justru kita musuh iman musuh suci alino misi yang suci itu Yesus suci si yang kau kairu kawan Kristus jodoh kairu buah si yang kau suci dunana jodoh kairu sebut dengan buah mungkin kiri buah bau kairu dan sahabatnya sedihnya su Kaisu, inilah itu usaha kuah serius ke, buku ke kuah kuah gara ada usaha susion usaha suku dan ku awal Kristus corong kai kucing polu apa dia. Dan sampai suka dia sakuran kuah lain kuah orang sijak baru ada makin budaya tadi itu makin suruh itu di Hiroshima. Kami是把你教会的众信徒长老只是怎样，这个输入所以信息可以做的东西，那就我baru tadi nak kita dengar di Rosita, kita akan mengerti.
sa ka mawat ka din natin sa pagsabihan ng ha. Sibuya sa kabul kamu lo yaba po kahit Yesus Kristo ay pukin po yabanan tulog po kahit sa kabul kamu ha. Yasu tau leadership terus pun kemudian kuah tokai kamu luaran kuah Cina sikong satau. Kerana masa sebelum masuk pengenalan lu tinggal kegiatan lu selalu kamu lagi lu fikir lu lakukan kamu iloni ya kan lu barang Suatu yang berilah pun tinggal mengenai lawan ku tiada. Toya besar kuah bulu lawan ku kokar dia orang kaya kan. Lu musasi dekon kuah mana ku terkaya kan. Musasi ku asu kita yang bioga. Musasi kuah sana iyo ku kaya kan. Sibuk ayah makin berpanjang, makin tua Tuhan dan berdiaman. Tapi usaha tua saya untuk tamu. Karena setiap mengusulkan bahan tua pada pada berdiaman. Dosa simulian pada berdiaman. Dan ada selalu sunnah dengan usaha dan syaitan. Tujuh orang tua berhasil. Isok siapa? 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权柄，任命你为巴黎教会青年事工传道师。现在你要领受这个职分，要谨慎你自己的行为和你的教导，常常关心这些事，因为如此行，才能够救你自己以及 听你话语的人，阿门。阿门。现在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时刻哦，喇嘛玛嘎。 好，我们请所有在场的牧者，还有本会的长老，来接纳马刚的以及雅述的游戏。他还是单身哈，所以通常在旁边就是师长跟师母，没有关系，我们请主任牧师在他旁边，两个要同心合一来服侍神。好，我们请在我们首先请我们台上的周伟哈。 然后我们就去请这一个在场的负责，还有本会的长老。不要断了我们的开始。这个开场呢是我们对信仰大师的鼓励，以及对他的接纳，然后跟同心合一一起来自我的选择。 我
很紧张哦，那个词找不到，给我想太紧张了，因为这个讲台是熟悉的哦，但是心情是不一样的。找一下，好，副议长李牧师书记李牧师。还有行教牧师，还有长老及在座所有的牧长、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慈爱跟感动，可以帮助所有今天一同来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深深的感动所有一起来参与的每一个人，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么高山的拉拉山上哦。这是主的聚会，是主的召聚，以及他自己的心意。3年前从台湾神学院毕业之后，抽签到台中雪山教会。今天早上5点，他们从台中上来。那我也在上个礼拜日有始有终的把最后一次的任期的讲道以及主日礼拜跟他们一起来完成。谢谢你们，雪山教会，谢谢你们。这是第一间牧会的教会，给我许多生命的养分，牧养上面得到很多的智慧，让我在台中的生活是很丰富，而且是丰盛的。大家看看我的身材后，不减反增哦，就知道他们非常的照顾我。更多的是神没有使我缺乏，哈利路亚。巴林部落是我从小生长的部落。这个教会培育我整个属灵的生命，也是认识神的很重要的一个基地。但是，今天不是女儿回娘家，而是亚述传道师重新在这个地方再次的与主立约。重新的摆上，我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提醒我自己，是传道人，是传道师。再次的请巴黎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长子同工，彼此的提醒，我是教会的传道师，不是谁家的孩子，不是谁家的女儿，不再只是表妹，不是属娜，不是马购，也不是以前那一个你们从小看到大的。而是亚述传道师。这次来到巴黎教会，我也没有因此住在家里面，而是住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一同的学习，彼此的尊重，互相的照顾，真实的体会在教会里面团契生活。巴黎教会是一个被上帝找到的地方。是奉主名所设立的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也是他的身体。我有一段经文，以弗所书1章22节到23节，神的话语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也因此，让我们彼此继续的依靠主，使教会弟兄姐妹们，还有我们的部落，能够随着圣灵，能够顺服基督，更深的被阿爸天父的爱所充满。因为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他是信实的主。再次谢谢所有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我祷告，愿我的生命更多的谦卑。我祷告，能够跟人有更多美好的同动。再次谢谢所有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带给我的鼓励。愿将一切的荣耀、爱戴、尊贵归给天
上的父。哈利路亚！跟你旁边的讲，我们很有福气，因为我们有主。没有把时间交给思慧，谢谢大家。Ini kesilah, saya hari review ini lah ni yang paling penting sih. 给到来把收费，我还有教会留下有会，表示就是这一个地方，就是让他是有刚强壮胆的心，神赐福在未来的服事里面，有更神祝福大大的恩典在这个当中。那么你到那里呀，我们上什么苏那给啦这一个住址，在这里小贝有3个单位了哈，3个单位。那么第一个单位是我们口岸区联谊会的会长打亚马内牧师，第三区亚的打利牧师杨梅喜乐家庭教会，然后第3个喜梦牧师这个3个呢，你们就自己乘10分钟，自己乘10分钟，就3分钟多一点点除不要除广义的要除了3个人要除以10分钟的时间，他们就自己看好不好？他们那是他们的长老在前面有一个这样好，那我们就绪，我们先请我们口岸区的联谊会的这一个区长好，我们就绪会上大家平安。正如刚刚徐教牧师所说的，我这张其实也预备差不多可以30分钟乘3了。当然这是玩笑话。那我想在今天大早来到教会，我想我们就是带着这样一个喜乐的心，来到上帝的教会，来彼此祝福。那我要也不算可以说分享也是祝福。那我跟慧珍传道、雅素传道从小玩到大，打到大，看我们的身材也越来越往旁边就知道了。他刚刚有一段就任词说，在雪山非常的饱满可以说比较厚。在刚刚7年跳的那一段，我可以想到过去未来雅素传道的体态应该会越来越消瘦因为他那7年的舞蹈非常的火热就像是我自己的例子，我在牧会的合场当中虽然短短7年的时间，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服事融入在教会当中，我其实也越来越像在这个教会当中几乎是一份子了那事工当中也造成了我现在的体态越来越像一个我就连我的头型也都越来越像长者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玩笑话当然牧师今天要用一段经文来鼓励刚刚嘉文牧师在旁边提醒我，你写了那么多，你是来上来讲道对吧？我用一段经文来鼓励那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15节9章15节这一段经文是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吧，其无煞。”我们在想其无煞，我们自己的这种体态，我们是光想其无煞。我们如果可能知道去的地方很困难，我们会犹豫，甚至我们不知道要去的地方，可能还会想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所以刚刚说要从哪里来这样的一个勇气其无煞单就去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当的困难。但这一段经文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去，你只管去，因为你是我所拣选的，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宣扬我的名。重点是宣扬我的名。我觉得这个是整段你只管去是要宣扬主的名的话。所以我相信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或许我们如果从去这件事情会有很多的疑虑，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但是主却对亚拿尼亚说，这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如果看亚拿尼亚他处境，他是过去保罗压迫的对象，
但是如今哦，上帝在异象当中要他去帮助保罗，我想这个又是一个很困难，你真的要去吗？所以回到在今天，其实我们一同在这里参与亚述传道师，他其实现在的状况，也就是跟我们是我在表外派的，我也是以多元分派，但我不是以青年施工，其实多元分派也就是按教会的施工上，在教会的不是。所以我会说，其实现在经文当中，我们彼此做这样的一个鼓励。对于上帝，对于亚拿尼亚说这句话，你只管去，行如上，看去这件事情，其实有5个很重要的目的，5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有托付，再来是仰赖，再来是信任，再来是勇敢，再来是能力，这5种意义。那我想去不是只有很单纯，去不是要做什么，宣扬主的名。这5种意义里面告诉了我想不单只是亚拿尼亚主对他说的话，同样也是对于我们在今天同祝福的亚述传道师，我们都彼此鼓励过去从小长到大，现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在彼此就是在服事的合场，我们彼此在这个同时份当中，我们一起来努力。所以2个鼓励你的2件事情，第一个不去设想可能会有的困境。说当然我们会去设想困境，但是说设想困境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好像不知道要怎么行，甚至设想困境可能好像要让我们去避开，而不是就是说我们就像当时海蒂牧师讲，我其实已经写了结果后面他讲到做就对了，确实做就对了，只要对教会事工发展是好的，我想就做就对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更不要小看上帝的能力了。那这个设限就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决定我们要去与不去。其实就像是上帝对亚拿尼亚所说的话：“你是我所拣选的，你尽管宣扬主的名。”所以在这里祝福亚述传道师以及教会巴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甚至一大国干好了，又干各个教会，我想在国湾区的教会当中，我们都彼此鼓励，彼此祝福，愿上帝祝福你。平安。副议长阿迪牧师、西教牧师，还有长老，还有真正牧师，还有法布牧师，还有各位亲爱的牧者，还有我所亲爱的亚述传道师，还有我所亲爱的家人平安。很荣幸可以在今天在这里来做祝贺词。我想很感谢主，这一些年在莱样的部落跟教会走动。我知道那个莱样的文化是很重视辈分，所以昨天就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也让我会终身难忘。所以我带着真正牧师2个小孩，然后去 7， 然后要走的时候，那个服务员就跟我讲，那个你要谢谢阿公。然后我突然愣住了，我突然想这是我第一次被人家叫阿公，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是我长得比较不像他们爸爸俩吧，所以我在这里要勉励一下那个亚述传道师，我知道那个在自己成长的教会牧会是一件很大挑战，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这一些长老这些叔叔伯伯，然后这些阿公阿嬷从小看着你长大，但是我要鼓励你，不要小看你年轻，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那个，我相信神会给你眺望你的心，是给你刚强壮胆的心，在这里服侍。所以该讲的话还是要讲，该说的话也要说。最后。我上周也是参加，礼拜6也参加一个特会，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因为那是在大溪，我看到有一些公庙刚好在绕境，然后看到很多的年轻人，然后就男女在那里面，其实我心里是很难过的。然后昨天有跟真正牧师也有分享，我们也相信那里面也有哪样的孩子在里面，所以我最后就是鼓励。样的
不管是前山的、后山的牧者，一起把这一些迷失的、歹样的青年人找回部落，找回教会。好，谢谢大家，谢谢。来，我们的钟伟，我们的杨树陈老师，我老师们来，大家平安。没有想到会上来讲话嘛，他们说我看错时间，我以为是10点开始，因为我的印象是都是10点开始，所以我大进修可以，谢谢能够赶上，但是没想到会上来讲话哈。当然也感谢神呢，代表都会区的哈，因为我现在是都会区的区长所以期待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交通跟祝福哈。我也祝耶稣的东西就是朋友们马路一般的来讲说，回到自己的母会生长的地方，母会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服饰但是这是一个好的磨练好的一个模式所以期待说你已经有这个牧会的经验了，所以期待用更好、更多的这种经验依靠神来服侍神的教会。那我用很熟悉的经文来鼓励你有3句话因为在结束的12章是第4章的12节、13节到16节那12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们亲，总要在行为、言语、行为、爱心、信心7点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就是告诉你要谨慎你的行事为人。我不要为啥你来给我们当我来我那是怎样子那你们认识这是第一个要请你注意。第13节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必人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是要让你知道说你不可轻忽你的职分，你的职分是什么？刚刚所讲的你不要忘记你是传道人、传道师，你是教会的牧者。当然也提醒巴黎教会，也不要忘记亚述传道师是传道师，是神的仆人。所以除了亚述传道师，你自己要看重你的职分以外呢，巴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也要尊重他，看重爱护他。这是第2个句子。第3个呢，16节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你所传讲的信息很重要，是可以塑造人的生命，拯救人的生命的。所以你在预备传讲神福音的过程当中，你要寻求神的灵的帮助，你要用心、更用心、更多的祷告，因为你讲出来的不是你讲出来，是神的话，要透过你的话去更新、改变人的生命。所以你要谨慎自己你的教训你的教训。所以在一切过程呢，你要完全都依靠上帝所以开始不该我开始跟我干，当然感谢神你回到我们的湾区但是有很多的苦工在这个地方求神祝福你我看到了，平安。好，谢谢3个单位到前面往马央收这边给。那kita melihat usaha-usaha mampu balas memang semakin在这里我用歌词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太阳中会全部受雇以外，其他我们就以单位请爱单位是吗？给那我就用单位好，仅在主里衷心祝贺陈慧珍传道师派任巴黎教会团队服侍、青年事工传道、感恩礼拜、勇敢为主无食品、奋勇打拼主虔诚、团队服侍同其心、兴旺教会荣耀主。Kemayang para huwag yang maha
kedai sewu maku new maku serun wagan maku ku hingga pekasun maku ku hingga persekunan maku kebezing maku ku hingga musaya searas mesahayu ku wara hinhangan。上主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扶持他，我拣选他，喜爱他，我以我的灵充满他，他要为万国带来正义。”以赛亚把对塞利拉会我都领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泰雅尔中会第56届议长领导有干荣幸，总干事把部委会荣幸暨全体周委一同敬贺。那其他的话，我就以这一个单位哈。泰雅尔中会哈伦凯教会、泰雅尔中会卡达湾教会、泰雅尔教会华林教会、泰雅尔中会大埔教会、泰雅尔中会龙泰教会、泰雅尔中会元春教会。这是在我们的这一个手册里面还有就是来不及写在里面的泰雅尔中会博爱教会、泰雅尔中会五峰教会、泰雅尔中会士林教会、泰雅尔中会梅花教会、泰雅尔中会东江教会。好，以上。然后你刚才那个呢，就是触电完毕了以后呢，我们就是 what's not 有2个单位一个单位是雪山教会之前也就是雅树传道师所牧养的这一个教会，第2个单位是泰中牧者夫妇，我们就依序上台。
Ikaw kanila mengoyat na seorang jika yang ternabu dekura seorang jika lasu dedosi abakanai da kulijo abirosi yang sakitiwan ida wara asani yang seorang jika ternabu.好，首先我们的副议长要代表所有在场所带来的礼物就是代表我们来献给什么样的亚述人的信，本来他不会分发给别人的他自己。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服饰，还有我们在座的这一个来宾首先，我们先介绍台上的中委副议长李玉绕谢，还有我们的书记叶谢，还有我们的中委台玉请坐，然后还有我是传道部的传道部传道师。都会由我们传道部一起参与来做这一个服饰。我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来宾杨梅喜乐家庭教会的达利牧师跟他的团队是还有谢谢他们。好，管理的里长梁雅慧，好，上管理的里长陈慧玲。也是我们传道师的姐姐了好，
做介绍。雪山教会台中雪山教会讲职传道师你看有努力的戏，你上努力平常看看雅思节的戏好，再来就是茂安教会，茂安教会，好，谢谢他们，还有大新家教会。然后其他的都是我们什么土木区跟果干区的这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就自己给一个鼓励。好，还有我们退休牧师特别真的谢谢他们的参与李六牧师，也忘记介绍我们的总干事，中会的总干事每次我们的总干事最辛苦，结果常常会忘记他。好，还有没有说一定要介绍我的？没有了那我们就自己给一个鼓励的给。在这里我来代替这一个中会我们总干事来做一些特别的一个报告，因为8月份呢，你看应该送他们去活动이가 문화송 방식이다 지가 우리가 나도 시사고 해도 지가 무사고 공부 공기하고 내게 시민이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或者可以在我们的周报上可以打上去，也能够做提醒。然后呢，因为现在比较没有纸本，基本都是在我们的网站，所以在每一周牧者要学会就是要常常进入到我们周会的网站。那周会的网站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一个信息那第一个8月10号，那边说他们接触到外面礼拜6上午的9点半，也就是我们原先70原住民议题的分区论坛这是属于我们北区场的主题是部落国土计划的工作坊，地点在我们新竹圣经学院。那么报名跟我们的事务所8月5号截止，8月5号截止所以不用报名费只要打电话到事务所说我要参加其实我觉得在明年令送他们去我们国土计划对原住民的这一个发展的关联性的重要性，其实这个都与原住民都有关系长职教会的传道人有空大家一起参与。那么第三一个8月15号跟16号是我们中会56届的秋季会议地点在云观饭店。然后我们知道教会不管我们在代理长老不必参加，最慢在下一周一报名截止。北主办8月17号星期六上午10点中会设立西罗亚教会及受托牧师有心有力受职就任感恩礼拜。那我想这个也就是牧师刚刚讲的说，不上黑那是不上有盖那个来主盖那可能也包含在这一间教会对吧？8月17号礼拜6上午10点，叶中辉牧师替任可爱教会感恩礼拜。第八干8月24号礼拜6上午10点，雪山教会派任传道师云爱农户感恩礼拜。第6，8月29、30泰雅俄语圣经研习这个先你看我来台湾主盖。然后第7，8月31号礼拜6上午10点，金月教会北路马赛传道师派任感恩礼拜。这个就是8月份。如果牧师念的比较快，就上我们的泰雅中会网站，然后里面都有在记录。好也是不收他们去干够对是你到那里的也就是这个济南山生他们去表述游戏以上生他们去介绍。我的家人们自动
往内后来前面要用自动好，特别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好，感谢主因为兄弟姐妹有一点多，然后不小心有一点多上帝的恩典，所以要一点点的时间感谢主。好，那我们就有一点这个音乐转到，谢谢你，不然我不知道讲什么，谢谢你。因为妈妈今年她跟那个刘牧师是同学有一点年纪了，83岁、82岁，所以也没有办法挑战。其实还能够让她做一下。好，谢谢主她很紧张因为我早上去下，她说首先她今年还要诉求盖回来拿多出来，对，我不会嘛，我不会，我什么都不懂我要谢谢我的家人在我的当中，还有很多没有来的我就算那个同一个工厂比较好了。那我先介绍我的妈妈有够打地，陈林秀英打拉夫谢谢她把我生下来，把我献给主我还记得我念神学院的时候，她送我去，她告诉我一件事，她说这一段路你去了就不能回头。这是在她还没有就是身体状态很好的时候，她告诉我的一句话。你出头也要不能往后面看，这是我放在心里面谢谢你谢谢主给我一个这么虔诚的妈妈。好，再来来了重头戏来了常常都以为她是我妈妈，但她是我大姐不要再误会，大我27岁的撒用长老我的大姐年轻版然后我的脸长得还是长得这么好看感谢主。好，然后我的二姐一心教会的长老，屋内教会，对不起，屋内教会的长老，他有点不熟。桂美长老，好，还有这个是建教隔壁3公里的里长我们的桂林里长的三姐，还有我们阿里关三宝坚持的傻逼长老，桂林。男生先等一下，我要从大的开始今年有一个上帝按照他的心意，我的大哥蒙主恩召。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到雪山教会，他留了一个梯子，他告诉我，你要帮助教会，就要学习怎么样爬，怎么样修理。他说那个修理不是只有建筑物，是人心里面需要主的那个部分。如今我把梯子给带回来然后那是我要谢谢我的大哥，我相信他是很有见证的，阿妹。讲到大哥，就不得不提到他背后为他祷告，而且跟他一起扶持，而且很祝福我的大嫂。这段时间我们常常分享，我们一起陪伴好，大哥的家庭这边是他的儿子因为我的马路太多，我就叫他们说，我们就同工厂好，再来我的二哥亲子4大哥的大儿子陈浩长老也是我最好的同工。还有这个经过神木路，一定会经过他家的我的三哥美丽真空。大哥的儿子老杜陈真，还有陈弟执事
此的尊荣。然后我也期待我们如同耶稣一样，我跟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将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好，谢谢他们。人丁兴旺可是感谢上帝是都在主里面我们的要改变那时间我们拉成标的。然后你刚刚那个把那个巴黎教会的代理长老陈时中长老给外谢持。我是巴黎长老教会的代理长老时中长老，我在这里做一些感谢还有勉励我们的传道的雅素传道师的报告。首先，我要感谢上帝的恩典，再来感谢总会的特派员，还有所有的牧长、同工，还有各位嘉宾、家人们，一同莅临观礼台，参加雅素传道师派任本会青年传道师的感恩礼拜。我们常说今日的青年是明日的教会，望向前方正如一个社会现在的青年当然是明日的教会然而还有人会提醒说，今日的青年是今日的教会正如一个社会它形塑一个世代，这个世代青年如何，就可以看出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同理可证教会现在的环境跟文化氛围也在形塑我们这一代的教会青年而我们更从这一代教会青年的样貌回头望见现在的教会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这个现象和趋势值得我们注意。教会的青年现在都跑去哪里了？我想，若教会要重新找回青年以下几点让我们一起来思考。青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要重新聆听，是他们的声音。对于教会，他们真的不可或缺。第二个，鼓励青年参加教会服事，然后更要重视青年的创意跟想法。所以第三个呢，我们青年他们是时代的开创者第四个让青年进入教会事务的一个核心，让青年能够为教会核心事务发声，而青年们也不要轻看自己我期盼雅素到留下能够像耶利和过去许多青年的信仰前辈一样，勇敢领受上主的呼召，承担上主所赋予你的任命与使命为上帝的国宣教事工尽自己年轻的力量也跟我们教会的真牧师，还有教会所有的家人们我们一起来寻回、陪伴、关怀、牧养我们教会的青年们更为主扩张教会青年服事的境界。好，最后就是教会在1楼帐篷区备有3点茶水那我们另请中会特派员还有中会的牧者到1楼室内用餐，而贵宾也可以在我们的多文化广场在这一排室内来一起用餐最后谢谢你们，神祝福大家。好，愿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吉冈达利亚啦，不要多啦，不是下的拉布，不度娘伊的雷安多啦，受荣普天之下万国万民。Oh
doy dapat. Wana way ku yawa tayan inalun ku Yesus Kristus ikalan ku sere igandana ku haran ku delakinya to petsira igandana ku Yesus Kristus rubaran ku kyokai. Hari Yesus ini udah pada kenuan anak dia. Amin. Amin.